便利超商愈卖愈升级，由这个超商甲披萨业者来合作，披萨现点现做，3分钟就出炉。另外一间超商是引进韩国的煮面机，8分钟就会当食到现煮的海产火锅。现在想要吃热腾腾的披萨，不一定要到披萨店，在超商也可以吃得到。师傅专心咧煎面团，慢慢啊成型起来，放一寡牛蒡甲海产，3分钟了后，披萨就出炉。业者甲超商合作成立复合店，民众感觉真神奇。觉得很方便，就是在便利商店可以买其他的东西，也可以吃到披萨，买了就可以马上吃。啊，披萨就可能还要买回家。台湾披萨市场规模一档高达80亿，无怪超商也要来抢这块大饼。另外一间业者引进韩国的煮面机。把这火锅料甲面放入去，只要8分钟，过进海产锅就煮好啊。它的肉呢也很新鲜，面呢也是很 Q。8分钟值得等待，因为有料。你要去外面买一个这种海鲜面，也要10分钟吧。也有业者甲韩国煎鸡排店合作开店，同款是引发话题。超商甲餐饮业合作愈来愈普遍，不过若是无持续研发无共的产品，恐惊这个新鲜感若是过去，消费意愿嘛会大大降低。